大家问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高雄公山拿卡会顶港有名声，下港有出名，名声烫惊城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同齐来看到，这就是卡科阿卡第4条。台语字典解说卡就是掠鱼的人，用内底鱼仔的竹篮，排入身躯，卖当底鱼仔。嘴细细，巴肚大大，讲是竹卡卡，卖当讲是掠鱼的器具。另外，还有一款满地人用的，挽着地米了后，底入咧竹篮内底，号做地卡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卡，头前讲到就是满地或者是掠鱼的人底竹篮。第二个词读做竹卡，这是满地人排入身躯，专门底地米的竹篮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合做伙。譬如讲，高雄公山拿卡会已经有200多年历史，拄开始是做餐人互相交换物件市场，有人会交换竹尾椅、卡、竹卡、竹篮，演变到今已经成做大型的夜市啊，商店活动，同款保留过去一部分的传统文化，请真侪游客来朝圣。目前嘛已经成做有地方特色的文化盛会。今仔日甲大家小解这一日读做卡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